欢迎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乌鹰直升机失事，其中5个受伤的人，昨暗已经送到内湖3总。病院方面的人在起时嘛，特别出面说明即马上新的情形。好，那其实今天早上我们5位的长官跟弟兄啊，他们的病情啊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不管在疼痛度跟身体的活动力或者是整个意识，都比昨天更好。所以，因为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所以虽然经过重大的创伤他们今天跟昨天比起来，已经有逐渐明显的进步。请问2位送加护病房的2位伤势是怎么样？可以再说明。我们有2位住加护病房一位是伤势稍微严重一点他有胸椎的第12节、腰椎的第4节、第5节的压迫性骨折。但是并没有伤到神经，我们的脊髓，另外他有左侧的第7到第10肋的肋骨骨折，尾椎骨骨折，还有2边的肺轻微的挫伤，但是他的不管在四肢的活动、意识跟呼吸还有氧气方面都非常的稳定，所以他虽然创伤算严重，但是呢，目前整个意识跟生命迹象还有活动力都算非常的好。是。那另外一位呢？另外，我们陈应竹陈上士呢，他目前的状况，他比黄佑明黄次长更好，因为他只有左边脸部大概4公分的裂伤，那腰椎有第2节跟第3节的横突，有稍微的骨折另外左边的小腿远端的腓骨有一点裂开，也算轻微的骨折他只要打石膏跟用这个束缚或束腰来保护他的腰部也不需要做手术也是非常的稳定。另外3位伤没有，他当初直接从急诊室收加护病房。其实陈应竹陈上士可以住加护病房，也可以住普通病房但是因为他的左脚那时候因为他在比较下层被这个木板跟箱子压到，他是花一点时间同仁帮助他脱困所以其实他最后要让他住加护病房，并不是说他有多严重，是因为他脚被压久了，怕循环有问题，在观察他的脚。其实他的脚只要这2天没问题，很快就会转到普通病房。王将军的状况需要手术吗？还是观察？只是观察，他以后需要的是复健目前不需要手术。伤者的心理状况如何？目前2位的意识都非常清楚，而且他们身为军人都非常的坚定，所以他们非常的稳定但是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精神科医生跟我们的心理师来访视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心理上其他的问题，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昨天好像有几位2-3位是自己走进来医院的，这个状况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伤势可以说？我们住在普通病房的3位长官跟弟兄，其中有2位比较轻一点，其中我们的曹中将他只有脸部跟四肢的挫伤跟擦伤膝盖也有撞伤有血肿一点点，其实他的生命迹象或者是活动力都非常的好，他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另外我们的刘孝堂刘少将，他虽然有腰椎的第2节、第3节、第4节也有横突的骨折，还有他的这个右边的耳朵有5公分的裂伤，那另外右边的脸跟上臂跟背部有挫伤，不过他也是一样可以自由行走，只是说活动力会稍微慢一点但是他也可以自己的活动，所以这2位算是最稳定的。是不是很快就能出院？曹中将可能会快一点但是刘孝堂刘少将因为他的腰椎2、3、4有横突的骨折，可能会多观察几天，不过他也是很快就应该可以恢复。除了伤势，你们聊一下说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撞击或什么样的状况吗？当初撞击这个大部分都由空军他们来做调查，那我们医院的部分就是负责医疗不过稍微他们怎么样撞击稍微会问一下但是说实在详细的整个这个飞机的这个经过，可能要空军司令部那边讲的会比较精准一点。问的过程当中有讲到什么样的迹象内容吗？
因为他们在撞击的过程当中，多少都暂时性的意识会有一点不清楚，是后来都一不清楚，又后来再醒来，所以大概就只能记得他受伤那个时候，所以他们也还没办法讲得那么细，所以这个可能要由空军司令部他们那边去讲，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这会出现记忆空白的状态吗？应该是不会，因为他们现在的意识状态都非常强，只是因为可能撞击力太大了。住院时间可能还没办法预估因为他们今天才刚来，所以昨天才刚到，可能还没办法预估。好，拄则咱听到就是三军总病院院长上新的讲法，无讲无谣倒大中秋，乌英直升机发生这件意外消息，其中参谋小校黄胜航的遗体半暝已经送登去苗栗的厝内，亲情50拢真唔甘，讲到黄胜航在生进前上尾一刻时同款尽忠报国，讲到双手拢揽参谋总长沈一鸣揽条条，厝内人嘛因为伊感觉真光彩。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了，主播各位观众，2号清晨发生黑鹰直升机迫降意外，担任参谋总长沈一鸣的侍从官黄胜航也不幸罹难，遗体在凌晨运回苗栗老家，亲友全都聚集在家门前，现场一片哀戚，2名子女跪地呼喊着叔叔回家了，所有人都难过的不停啜泣。亲友表示，胜航在意外发生当下依旧尽忠职守，到最后一刻都紧紧的抱着参谋总长，对于他的英勇无比的钦佩与不舍。当里面告知说是黄胜航时，我们所有在那边陪伴的家属完全悲痛不已。那胜航整个的大体状况是下半身有受到挤压，然后其实最让我令人动容的是，我们有看到现场的画面跟照片，他在临走前还紧紧抱着参谋总长，因为他是他的侍从官，所以他紧紧地维护着、保护着我们的参谋总长，就是他在最后一刻还在尽忠职守，守护着他的参谋总长。所以真的，我们看到那张相片的时候，真的很不舍。黄胜航是一位真的很孝顺、很顾家，也很爱小朋友的一个好男生。他今天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真的都很不舍。今年33岁的黄胜航，在亲友眼中是个相当孝顺、善良又顾家的暖男，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意外。之前透过军中长官介绍和从事医疗业女友认识，2人交往半年多，原本双方家长预定在这个月19号见面论及婚嫁，没想到却发生憾事。2号出行前还特别打电话跟女友报备，想不到竟然成了诀别，从此天人永隔。亲朋好友对他因公殉职、为国牺牲都相当不舍，也都以他为荣，希望他能够一路好走。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司讲，另外一方面要来看到乌鹰直升机伫咧新北市有来失事，这件代志其中的副驾驶也就是上尉老定富，2018年才拄和因某参加空军联合婚礼，拄结婚一档外，老定富拄到这届在下，因某去到英国对乐团出场，头一个时间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当场载袂牢，足干苦心。普文希望大家搁互伊一丝时间，伊会赶紧争取伫头一个时阵赶紧倒转来，要陪因翁行人生上尾这段路。因人会当行开卡。接下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他们其实他们都很稳定哦。我们有2位在加护病房，那3位在一般的病房，他们的情况都稳定哈。那精神状况也很好哈。那有一些可能是要花点时间，把伤势慢慢的恢复啊。那看起来，他们整体的情况都还好。好，加护病房蛮严重的，黄佑明他现在状况？他稳定，他没有伤到神经，所以他意识啦、讲话一切都很清楚。障碍者有跟您说些什么吗？就是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的养病哈，把身体养好，将来还要替国家做很多事情。所以担心创伤的部分，这边医院会提供他们一些协助。应该是全国创伤最好的医院了哈。那我们的医师也告诉我他们有信心，所以我相信只要好好的养病，他们都可以恢复得很好。后续呢？后续会
给予什么样的协助？后续除了我们的医疗要让他能够完全的康复之外，那工作生活上需要的照顾，我想我们国防部跟军方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好，谢谢，谢谢。这届咱听到军方特别证实讲，头一个发救命消息的，就是伫飞行机内底军文社的新闻官陈应德。伊坐伫咧飞行机后壁，差不多下早10点钟，用手机传来群组回报飞行机强降落的情形。伊讲到伊的脚互飞机的碎片夹掉咧，伊看袂到其他的人员安全的情形。网络媒体嘛报道讲，伊随传坐标伫咧倒位斗相共救援。73年厝陈应德拄开始是咧部队做医护师，落尾去军文社做新闻官，会当讲是军方头一个查某念影。第3只，第4只，最后1只，好都有。救援队员真细腻，来咧试每一支脚镜头是毋是有反应。好佳在无伤着神经。军文社新闻官陈应德倒伫咧单架顶，真好运，互人救着。军方证实，飞行机迫降的同时，头一个发出救命消息的，就是伊。为着帮助伤者赶紧脱困，救援队员赶紧切断飞行机顶的残骸甲线路。这只乌鹰直升机迫降伫咧山区，飞行机顶的人的座位也逼光啊。其中2个驾驶叶建仪中校甲刘振副上尉，以及机工长柯宏斌士官长拢坐伫咧头前的所在。另外，参谋总长沈一鸣是坐伫咧乘客座区的头一排，拢不幸来受难。根据军方的人表示，因甲头一个发出请救消息的新闻官陈应德伫咧早起9点41分，也阁有通电话。军文社的人先是来问状况，希望陈应德会当支持落去，表示救援队员拢已经赶过去啊。1点钟了后，陈应德阁回缀伫咧飞行机内底，刷落来嘛有后底来通话8秒钟，伊嘛透过来回报，伊坐伫咧机舱的后壁，双脚互物件缀着，嘛无法度看到飞行机顶其他的人。阁有网络媒体报道，伊伫咧当下嘛及时来将坐标的所在传转来协助搜救。跟着摄影机记录军中的各种活动。73年厝的陈应德原本伫咧陆军，伫咧部队做医护师，落尾来转换跑道，目前是担任军文社新闻官，阁是头一个查某的摄影师。这摆拄着迫降的事件，伊头一个发出请求的讯号，嘛互救援队员把握头一个时间及时来救人。记者综合报道。5位受伤的患者尾仔嘛已经送到宜兰南洋大学附属病院初步检验，其中通处室中将处长周进平和作计室的中校做参观周欣怡受伤的情形会当讲是较轻，家己行路入去到病院内底。宜兰南洋病院简单检验伤了后，再转去台北三军总病院继续检查。其中后处室中将处长黄佑民因为受伤去伤到腰脊骨，受伤的情形会当讲是较严重，就要送到加护病房来继续观察。对镜头比一个赞向大家报平安，伊是伫即届乌鹰直升机意外内底活落来的通处室中将处长周进平。防救起来了后，就算规身躯拢是土，毋过也是做伊军人爱做的代志，指挥调度。甲救援人员讲，也阁有偌侪人伫等人去救。听我说，只有我可以走，他们2个受伤没办法走，他需要担架。防救出来的国防部电信参谋中将处长周进平，身躯拢是土，毋过也是真冷静，向搜救人员汇报现场的状况。座舱里面有2个或3个是有声音还可以，然后这边有2个已经没有气息了。好运活落来，通处室中将周进平，甲后处室中将黄佑民2个人身躯拢有伤。少将处长刘浩东毋但切着伤，正边的耳仔嘛受伤。中校做参观周欣怡，胸脚嘛受伤会痛。军文社的新闻官陈应德脚底着受伤，5个人全部拢送去台北三总。做一些检查跟治疗，所以目前他们的生命迹象是稳定的。我们大概有精神科的医师，我们的社工跟心理师来帮忙病人，还有病人的一个家属，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乌鹰事故造成8个人死亡，5个好运活落来军官嘛拢经历一场生死劫。记者综合报道。其中3粒车上将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8人不幸发生灾厄，总统蔡英文赶紧取消3天竞选的活动，要来稳定军心，确保国军会当调度指挥拢正常，袂因为这件代志去影响到。过去历史记录，咱嘛看到国军发生几落届严重的失事事故，像1974年陆军总司令1号将飞行机失事跋倒行路，迄当时伊的侍将官也就是落尾国防部部长高华珠，伊嘛受伤，伊无顾家己的危险走出来。
来化救命，伊的顶尸才互人救到。也有1990年18官兵伫咧婚林失事，会当讲是国军上界严重的军机失事事故。5年后，也有一架飞行机为着前总统李登辉升起花灯视察，因为迄当时天气无好，伫咧随风弄山，3个人不幸殉职。直升机失去控制，这个画面是看了真惊人。军方的直升机失事造成军官受难的事件是袂少，互人印象上深的是1974年12月27号的昌平演习，造成13名将官受难。当时的陆军总司令余浩章也因为飞机失事造成终身半身不遂。失事的过程当中，伊的侍从官高花跳虽然受到重伤，也是真拼命来向外口来求助，最后才来挽救余浩章的性命，嘛互伊落尾真受到长官的信任，几多年了后来担任国防部长。16年后，佫发生一件重大飞行机失事意外。1990年，一台载真侪官兵的空中运输机滑落去森林的甘蔗园，造成规台飞行机的人拢总受难。事后，甘蔗园的主人佫伫咧事故的地点来起18将军祠，当作纪念，会当讲是历史上国军上严重的一摆军机意外。经过5年，一台为前总统李登辉前往花东巡察的直升机，因为天气无好，伫咧随风山区弄山，造成3个人来受难，当时嘛引起争议。所有的人都已经找到了吗？还没有，还在找。最近的一件是伫咧2007年的4月，一台运输直升机弄到警广发射塔，挂伫咧高雄基山，伫咧直升机顶悬，连陈明同上校总共8名部队的主官拢无逃过死劫。如今乌鹰直升机遮尔侪位将星，却意外来过身，互各界感觉遗憾。记者综合报道。算咱台湾拢总甲美国采购60架飞鹰直升机，性能会当讲拢是1:1，其中 UH-60M 这个版本是美军现役主力的装备。去年10月，咱乌鹰才办成军典礼，伫咧国庆日真车夜公开，无想到才过2个月尔就发生意外，这嘛是4年来发生第3件乌鹰的事故。内政部讲到，即马编制内乌鹰会专门来检查、全面暂停演习训练，若是救灾任务，就照常无影响。面对伫天顶飞乌鹰直升机，去年头一届伫国庆顶的出现，引起大家注意。10月底就办一场全作战人力成军典礼，宣告一切拢准备好啊。为着甲较贵 UH-1H 直升机换掉，国军伫2007年提出天然方案，包括驾驶训练、维修训练等等，开大票847亿，向美国买60台 UH-60M 乌鹰直升机，平均一台爱开14亿。伫2019年初全部交机，不过本来应该是整数60台乌鹰直升机，目前却干那剩58台。2018年2月初5，空勤总队的乌鹰直升机伫执行兰斯病患运送的任务的时阵，起飞了后3分钟内就摔落海的。直升机顶的6个人全部死亡。尾手回安会调查认为，迄天起飞了后，直升机拄着乱流，不过驾驶却无按照正常的停时来操作。那安尼，佫发现正驾驶的夜航训练的时速比规定减33点钟，和功能真好的乌鹰直升机明明也可以当控制，不过也是摔落海底。包括它的起落架的设计、机体的设计，甚至是油箱的设计，其实都有经过美国非常严格的这个抗坠毁的一个标准。乌鹰直升机经过半世纪的演变，目前就是 UH-60M 的版本上好，嘛是美军即马当咧使用的装备，有双喷射引擎，会当伫高海拔、甲海的救灾、救难、巡查，载15个人了后，佫会当载1170公斤的物件。更加特别的是暗时侦索的功能。不过伫台湾4年来所发生3件意外，头一届是2016年陆军航特部的乌鹰直升机降落台中，2018年发生兰斯事件，今年正月初2，空军救护队的乌鹰直升机嘛，刚伫北南山区造成8个人死亡。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它是采用这种数位化的控制系统。所以你会在驾驶舱里面看到它这个都是用多功能显示器。乌鹰直升机的功能真好，不过操作的成本真悬。各行讲是直升机界的劳斯莱斯。根据美国陆军1995年的资料，台湾巨型的 UH-1H 驶1点钟成本超是美金200块，甲 UH-60M 同款等级的 UH-60L 驶1点钟的成本超过美金1000块，贵要5倍。啊 UH-60M 飞1公里用的油成本就要大票2万块。不能完全说从这方面去看。那事实上来讲，我相信，
比这个黑鹰直升机它的造价更高的直升机，一些像欧洲的一些直升机都有。这回乌鹰直升机降伫山区，原因爱去调查。目前有14台乌鹰直升机的内政部讲，编制内底乌鹰直升机会执行一个全面安全特检。安检结束进前，普通的演习项目会先暂停，避免同款的悲剧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屏东那边有民众伫咧大饼扫的时，无张地捡到一粒炸弹，厝边头尾大家拢惊到半小时。警察接到消息了后，赶来到现场进一步调查。原来厝主3年前伫咧茶城乡三军联军基地捡到无碍炸弹，一直放伫咧遮。厝内人最近大饼扫才发觉，赶紧通知警察，也有军方的人员来处理，把炸弹炸倒转去。屏东那边这条巷仔内底，一透早厝边就一直咧发爱说字，警方嘛伫咧现场揪起封锁线，大家会这么紧张，拢是因为这条路链竟然有一条炸弹。因为他过年呢会整理啊，然后就全部拿东西去卖，不晓那个里面都是这个东西。炸弹其实唔是有人调故意放的，是对这间民家的仓库内底清出来的杂物。厝主一家人想要趁年节进前来大饼扫，却无想到清出来是这粒炸弹。现在是没想法这不行哦，无成炸弹，你唔知开了内底有炸弹。原来现场的这个厝主3年前捌伫咧车城做头路，附近就是三军联军的基地，看到废弃的炮弹就捡回来。本来想要当做歹铁袂互回收，这摆清出来才发现内底可能有微爆弹。在哪里？在里面吗？国军最后将炸弹炸走，互当地民众松一口气。经过证实，内底并无炸药，只是空的。不过真正爱提醒民众，参像这种炸弹歹铁啊，啥物人拢无法度料想到伊的伤害。为着安全，上好也是爱报警察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安全问题，苗栗东路第13线路段发生火烧车意外，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拍火，找无驶车的人到底伫倒位。落尾警察一个调车集的资料，知影讲车主是住伫咧通宵。伊讲伊唔知影是安怎车会互人偷驶去，嘛唔知影到底是安怎车会无张无弛倒起来。东路乡德兴村第13线边仔火烧车的现场，火车已经规个烧起来，火足猛。消防队员赶到位，就随油水线拍火，无到10分钟，火就拍花。不过车内拢无人，路边嘛找无驾驶也是乘客。3台车辆前往救援，那抵达现场时，车辆已经全面燃烧。落尾消防队员伫附近四界找，确认无人伤亡。警方嘛透过车籍资料联络到姓吴的车主，这个时阵伊才发觉到伊的车防卫通宵驶到东路，佮烧甲变做歹铁啊！我们部署2条水线，将车辆及火势给熄灭。姓吴的车主甲警方讲，本来火车停伫因家门口，甲火烧车的地点差10外公里远。火车是安怎会烧起来？佮有是毋是互偷砍去？警方拢爱佮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个人伫咧生命的面头前做歹代志，台中有一个查甫旧年8月去到一间土地公庙内底，用吊起仔线偷摕添油香的钱，刷来摕庙里的竹签来吐。警察调监视器画面，抓到37岁姓林的嫌疑犯。伊讲因为无头路欠所费，才会上空受胖，偷摕神明添油香的钱。治安全无爱查甫人直接行入去庙内底，开落来，甲手提物件落入去功德箱内底，刷落手就亲像咧钓鱼共款一直游。原来伊是来偷摕钱的，汉门神咧用的签嘛，互伊摕来当作假死。原来这个查甫人根本就毋是庙内底的人，伊是一个贼仔。庙的嘛家己发明放贼仔假死出来。落落去对吧？哈，伊什么钱伫个底，对吧？这弄掉了、砍掉了，伊要哪养会起？人养嘛养袂起来。台中西屯凤雅里的一间土地公庙，去年8月调查头油香钱互人拼去，报警了后，警方调看监视器发现，嫌犯是今年37岁姓林的查甫人，伊个辩讲是因为甲土地公有缘，才会来犯案的。以监视器持续的追查，追踪到他的窃嫌使用的代步机车，由机车以车追人的方式将他缉捕到案。公庙主委他是说，大约2万左右。警方讲，姓林的查甫人有几落项抢劫窃盗的前科，因为无头路欠所费，所以才会偷摕油香钱。不过尾也是互掠起来，按窃盗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新北市永高顶个月月底发生甲囡仔苦毒死的案件，一个才10个月大查甫幼囡仔，和亲生老母也个伊的男朋友苦毒死，老爸一个赶来到病院，实在是足唔甘。头一个时间，老母佫讲囡仔是跋倒引起的，检察官调查了后，以伤害致死的罪嫌，甲法院申请2个人已经押起来。圆滚滚的目睭、喙，佮夹着黏嘴啊！10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坐伫咧红婴仔车内底，古水活泼的模样，温暖真侪人的心。但是，就伫咧顶个月，竟然互亲生妈妈，也佮有妈妈的查甫朋友液态来拍死。小小的身躯送去病院，就已经昏迷啊！对头、甲胸坎、骹侧边拢总是乌青。爸爸赶来病院，根本就无法度相信，妹讲哪会这么残忍？就医生开门的时候，我进去看的时候，全身都插管，很严重了，脸都肿了。然后身体跟后背，包括后背、手，几乎都有伤，就全身都是，全部都淤青。这个查甫婴仔胸坎受到重伤，真侪所在骨折去。下毒手的妈妈佮查甫朋友2个人拢才20多岁，竟然只是因为这个红婴仔哭袂晓，妈妈就先用手来扇这个囡仔的面。这个时阵，妈妈的查甫朋友雄情绪失去控制，直接一脚就按伊的胸坎站落去，佮将这个红婴仔的手抓起来大力滴喊，最后将伊重重摔伫咧涂骹，造成伊的死亡。当时伫咧现场的佮有伊妈妈的姐姐，嘛无来阻止，目睭紧紧看到2个人咧液态，造成这件悲剧。用踹的胸，胸部，不然就是双脚拿起来甩，用脚踹他的胸，他骨头超细的耶，内脏很容易就整个就破了耶。小小身躯袂堪咧大力咧拍，才10个月囡仔未负大汉，即马检察官按伤害致死罪这个罪嫌，将伊的妈妈甲这个查甫朋友来扣押，专案阁会继续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卡神优惠路和台北市政风处查到牵涉到用1张发票，同一个时间甲中央也有地方申请补助。昨昏我到在点通，台北市已经正式函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另外，副市长黄珊珊嘛亲身甲另外一份报告送到台北市议会。不离个民进党党团总调黄茂南，伊怀疑郭文德是挑工做政治操作。郭文德在起时嘛有上新的回应。市长卡神的事情啊，昨天已经移送检调，那凭证跟签证不同，然后落差100万部分，下一步会怎么做？就这样的啊，因为台北市政府没有司法调查权嘛，所以包括比方说查金流哦，这个没有，这个要动用国家的司法权，还有去调查会计师的一些账目那一些哈，那个所以另外还有中央政府的部分，包括特别是国营事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倒觉得这样的啊，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嘛。台北市政府就只能说他的资料全部提供出来，那剩下的就交给司法机关去做调查。会做进一步的求偿吗？是这样的，还是那一句话嘛，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嘛。你就算要求偿，你要讲得出说要求偿多少。我想是这样的啊，公开透明还是我的态度的哈。我的态度是这样，我没有说要包庇谁，反正对我来讲是有人检举，有人检举，有查到东西，那我就把它拿出来，就这样。像市府的钱等于是就是这样被少了几百万的，那这样的话之后会再做进。我跟你讲哦，市府几百万，你去看中央是几千万的。不是啊，你怎么看民进党议会民进党团批你选举操作，说为什么送北检要敲锣打鼓？我跟你讲哦。只要我送出去，你知道，我不用敲锣打鼓，也是全天下都知道。我只是表明一个态度嘛，我也没有说我要包庇谁，很简单的，我还是那个态度啦，我不必要去包庇任何人。所以我是这样，不管是国民党的议员或民进党的议员，有谁检举我就办，很简单。这样去争取就是那些钱吗？这个一样嘛，还是那句话，有多少证据讲多少事。等司法调查出来，该追究的我们就追究。但现在卡神啊，光连政风处他们都找不到人，会不会担心说他已经就是逃跑了？他一定会潜逃出境的嘛，这个废话，只是这个就剩下就司法机关的事了。这样想问一下，因为这个黑鹰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竞选人，包括您也在内，都暂停了辅选的行程。然后想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刻就是暂停辅选行程，你们是怎么样去评估？就是说有必要做这个决定吗？这也是典型的行政优势嘛。因为既然中央政府先说要停止，我们当然是
也跟着停止嘛。不过这个我倒觉得这样的哦，一次损失这么多国军将领，还是要表达哀悼嘛，这一定要。至于说我的态度还是一样的啊，有多少证据讲多少事嘛。这个，所以像这种遇到重大事故，你知道，我们不要马上去做一大堆结论干什么，等还是一样嘛。其实那灰暗事情还是要调查说，为什么会掉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没有结果，没有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也不用再去。详细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特侦队员透早出发，入去到山内要来找飞行的资料电路板，检察官嘛来到现场要来采集证据。现场详细的情形，交记者徐旭杰来带咱了解。旭杰。好，是主播观众持续为您守在呢这个黑鹰失事现场，掌握最新状况哦。那么就在刚刚呢，这个检察官一行人是已经来到这个宜兰的渭水山丘，从这个登山步道口进到失事现场，要来进一步勘验现场，掌握说这个飞机失事的现场状况哦。那么其实呢，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国防部总督察长呢是已经带队进到山丘口，他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寻找飞机残骸上面的飞行资讯电路板。那根据了解呢，是一个橘色长方形的物体。如果说受损的情况不严重的话呢，是有助于重建失事现场的。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画面。请都可以帮我们稍微提一下勘验现场吗？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啦，我们会简单稍微。我们地检署有发言人会统一都来发表意见。讲一下那个实验搜证的重点，好不好？今天过来是要来做勘验吗？我们今天主要的追查重点是哪边？对，我们是来看一下现场。主要是来着重在机身残骸的部分吗？好，那根据了解呢，其实呢，从这个步道口进到这个飞机失事的地点是需要徒步行走2个小时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国军弟兄呢，可能要到这个2个小时后呢，才能开始寻找。那根据了解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8点6分左右的时候呢，机上的人员是回报说呢，这个能见度一切状况都是还好的，但是怎么会突然呢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意外呢？到底呢是这个机械故障还是人为操作出现了问题呢？但根据了解说呢，其实如果是这个机械故障的话，应该一开始组员就会进行回报了。但是呢，这个人为操作的部分，其实呢，他们的这个目的地呢是在宜兰东澳跟苏澳中间的这个雷达站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可以飞越这个翻山过去，但也可以绕行从海上绕行。但是呢，其实当天的能见度算是蛮低的，是有云的状况。但为什么呢？还是选择呢直接从翻山过去，而不是绕行海上呢？也是今天检察官这边主要厘清的关键原因。那以上说你掌握最新状况，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旭杰，参谋总长施密明伊的遗体昨暗为宜兰送到台北三军总病院，现场铺红地毯，陆海空三军机队也有宪兵代表伫咧现场用军礼规格送伊上尾这座路。国防部部长严德发嘛提早来到现场，徛伫咧上头前来接灵。施密明厝内人跪伫咧涂骹放声吼，叫伊倒转来。我们来接你。家属跪伫咧涂骹，目屎一直流，来伫叫受难的参谋总长施密明，现场的气氛真悲伤。光明总长，起立。乌鹰爬落去意外8名受难者，伫好暗时对宜兰送转来台北三军总病院。国防部长严德发徛伫咧队伍的头一位，铺着红地毯，陆海空三军仪队甲宪兵代表用军礼迎灵仪式送优秀的同事最后一程。灵堂内底看着几排受难军官的遗像，互人看了就唔甘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甲前国防部长高华超拢来到现场。失去优秀的军官，同事拢就唔甘的。一个宜兰负责第一线搜救的陆军团指挥官，接到遗体的时阵，目眶嘛拢红起啊。参谋总长沈一鸣沈上将，我们最敬爱的长官，他的大体刚刚已经上了救护车，然后由夫人及家属陪同。现在正前往送往三军总医院的途中。目前受难的军官灵堂暂时设伫咧三军总病院内底。3号早起，蔡总统到现场念休了后，灵堂就会刷去三军军官俱乐部。记者综合报道。
新一名上将是空军官校60期头一名出业，过去捌去过美国留学，是头一批法国幻象2000偷叫的指挥官，嘛捌做过国军秘密计划大幕计划总长，捌去过中东版本来接受这个任务。来到这个毕业文，伊真好胜地、好笑神，会当讲是大家心肝头的好顶事。因为外形真缘投阁漂泊，互人俄罗斯飞官模范生，军中缘投兄。这一届不幸发生意外，是这几年来国军顺职将官内底阶级上界悬。赛飞行机技术真好。1997年台湾第一批幻象2000战斗机的总主教官公营回国，首席的指挥官就是现任军方的头人参谋总长沈一鸣。因为它的方向感跟这个3度空间的这种立体感啊，飞行线上不行就淘汰了。镜头前缘投漂泊，成为飞官沈一鸣空军官校60期第一名毕业，去美国留学，过去法国接受训练，变做幻象2000战斗机首席的指挥官。1980年代，伊接任大幕计划总长，去中东执行秘密任务，为基层开始豆豆抗，做过空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去年7月升做参谋总长。向右滚转。3型主力战斗机沈一鸣全部拢会晓驶。南方奥登桥为运动人家重大的现场，伊嘛拢亲身过去。我觉得他比较是有一点类似于一个书生型这样，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将领，所以我们老实说，希望能够最后有好消息。沈一鸣人真斯文，EQ 好，常在用提醒代替甲人骂，部下拢足该听的。私底下兴趣是看册甲运动。做空军司令的时阵，体能检测的成绩拢满分。过去有曾经安排媒体的到这个雷达站的这个践行啊，这也表示说这个官员愿意利用各种的机会去跟媒体交流接触。就算已经过60岁啊，同款真受人注意。沈一鸣防公人是真缘投的，嘛，互媒体封作军中的乌狗兄，会当讲是飞官的模范生。这回煞拄到乌鹰直升机失事过身去，人生就安尼雄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进一步来了解，乌鹰直升机1979年起伫咧美国服役，经过几落届性能升级，性能会当讲是1+1，是美军现役主力的直升机机队。这5年来，国际期间嘛发生着几落件乌鹰直升机失事的案件，像讲2019年9月到12月，美军2架乌鹰，一架伫咧路易斯安那州，一架是伫咧明尼苏达州失事，其中一架敢若是因为机器伤过久。2017年，美军有3架乌鹰伫咧马里兰州、夏威夷，也阁有叶文失事。2015年嘛有2架乌鹰几落届发生意外，美军考虑到乌鹰的性能真好，短时间内无卖完。美军为1979年开始用乌鹰直升机，经过几落届改良升级。不过这几年伫全世界的事故却愈来愈多。最近一届乌鹰事故，就伫咧1个月前，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架国民兵的乌鹰直升机，12月7日起飞了后就随摔落来，直升机顶的3个人拢死亡。The tower receiving a troubling call 9 minutes after takeoff, going down just 16 miles southwest of St. Cloud. 2019年9月，美国陆军某一架乌鹰直升机伫路易斯安那州失事，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可能是直升机伤旧造成的。2017年，美军小连续发生3件乌鹰的事故。4月，一台乌鹰伫美国马里兰州摔落来，一死2伤。3月8月，一架乌鹰伫夏威夷演习的时阵栽落来，5个人死亡。10天了后，有另外一架乌鹰伫也门的海岸失事，一个美国军人死亡，剩的5个人拢互救起来。The helicopter was hovering about 10 feet above the water, practicing its hoisting, when it suddenly lost power and slowly crashed into the water. 另外，2015年美军有2架乌鹰的事故，一架伫加州2个人轻伤，另外一架是伫佛州的外海，直升机顶的11个人全部死去。乌鹰5年来就发生这么多事故，损失真严重。美军有什么看法？They're currently phasing in about 700 new Blackhawks, and they're phasing out some of the older ones, and they plan to keep using them until at least 2054. That's how far out. 美军讲，乌鹰的基本设计已经用半世纪啊，真稳定，加上直升机顶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嘛已经升级，短时间内袂甲乌鹰换掉。若是安尼，乌鹰的事故的原因就应该爱全面检验，才会当避免悲剧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新年都开始，印尼爪哇岛的做大水，引起23个人不幸无命，也阁超过3万人无厝通回去。我有一个人去医用一个场，我要去哪里一个？我陪你去啊。好啊。迄个查某一定有妖怪，催婚念就落去，另外新闻拢缀入去啊。不怕，还是咱来试一出去看卖咧，好不好？好啊。马萨达，今天2班。班达。今仔手艺敢咱会使，无小等我大海。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继续来关心新年才拄开始，印尼爪哇岛的做大水，雅加达地区水淹到3公尺悬，佫引起到水崩山的灾情。即马查讲上少23个人不幸无命，这一届嘛是雅加达7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超过3万人无厝通回去。雅加达哈林机场赶紧关起来，拢总2万来旅客吊伫遮也袂顶袂动。拖着水流将厝拢冲走，厝顶互人冲甲哩哩落落，随着水流去。一面看过去是淹大水，水深到要到腰，有民众一个乱骹，差2点就互拖水流冲去，也互人替伊真紧张。伫咧看年暝，向公雨落伫咧印尼爪哇岛的西部大雅加达地区，落雨一口气来到37公分，造成溪水逼近。毋但淹大水，嘛引起河水流的灾情。雅加达的市区总共有41区，拢已经变做一片的水场，大水淹到经架头，连车嘛用要淹到无看去，索性用厝来断水断电。RW 7 yang kena termasuk RT 1, 2, 3, 4。搁有的所在淹水悬到3公尺悬，有3万多名的民众无厝通好转去。负责印尼国内航班的雅加达哈林机场，车因关起来，2万名旅客留伫咧现场。印尼政府动员12万名搜救的人员，紧急咧thiết立灾民，而且来装饰胖布抽水。Saat ini fokus kita bukan bicara penyebab, fokus kita adalah bicara tentang penyelamatan warga。另外，伫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南部嘛淹大水，印尼每一年11月拢会尽力护卫，加上排水设施不良，真侪河川甲水库拢互粪扫、甲热土严重来积着，所以一直拢有淹大水的问题。印尼气象单位指出，这礼拜还佫会继续来落雨，恐惊会互这个淹大水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手路菜，要带大家看到台北饶河街一间卖油饭的老店，上界出名就是油饭、肉羹甲面线。我有一个人去医用一个场，我要去哪里一个？我陪你去啊。好啊。迄个查某一定有妖怪，催婚念就落去，另外新闻拢缀入去啊。不怕，还是咱来试一出去看卖咧，好不好？好啊。马萨达，今天2班。班达。今仔手艺敢咱会使，无小等我大海。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大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那你怎么会来？我已经没事了，我不痛了。你看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调兵，那多好啊！所以他左手最近骨折吗？我们不是说大家
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地，地就是用重的物件来契条的，嘛会当讲是用来契物件的家私。另外地扫，咱讲地扫；过年的红包，咱讲是要地年。啊，若是清明去拜墓，咱讲地纸；若是电线，咱讲地线。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看到这就是地扫，意思就是地扫，后脑更袂扫。第二个词就是地惊，这是讲人一个着惊了后，请西公做法，或者是食药啊，互咱的心肝较袂惊吓。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比如讲，伊3更暝半对一群朋友入去到深山那来耍，去感冒风邪着，搁再着惊。若是爱互医生看，爱地扫嘛爱地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地，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来看到手路菜，这是台北饶河街这间卖油饭真出名的老店。头一代头家是在地总铺师，传承几落百年的这个手艺，本来就有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头家2个查某囝，2002年另外开店，同款敢若卖油饭、面线，还佫有肉羹，口味拢无变。油饭一粒一粒真结实，还佫会当片到满油的芳气，配面线甲肉羹上盖下味。食饭时间一个到，店内逐道拢是坐甲满满满。逐个人一定会点的，就是面线、肉羹甲油饭这3项国民小吃。外面那种比较腻一点，对，因为它这里没有加蒜头那个在里面。然后料还蛮多。对啊，以上大家会看的蚵仔啦、大肠都还蛮多的。伫个招牌面线内底，这个蚵仔甲大肠是安尼放甲大碗搁满甜，会当讲是逐喙拢会当去食到迄个好料的。上特别的是这碗面线拢无加牵羹，不会很就是太稠的感觉，蛮清爽的。另外一碗肉羹汤，伊的汤头嘛是经这个清爽利口的路线。感觉这汤头较好啊。较实在啊。肉较济啦。甲较一丝油饭，这个把水搁 QQ 的米粒仔来裹酱汁，看到是安尼油金，真好食款。吃起来就是很粒粒分明，然后很 Q， 对，很香。那它的料啊或味道呢？料都很实在啊，非常好吃。油饭要好食的味觉，就伫咧酱汁，伫个开口浸芳的这个乌麻油内底，甲掺姜泥，随就会当来逼出这个芳香香的气味。就是要用老姜，老姜炸起来这个有辣度，好爆起来会比较香。就刚刚你们闻到的这种味道是这样。刷落去，放香菇、虾米甲炒入味，再过来芡红葱头，安尼规个芳气就更较出调了。爱用这款老长米珠啦，吹好了后，再搁加翕一个，焖一下比较好，才那个这样才会比较熟透。都爱炭烧，甲水米甲酱汁甲炒焦匀，动作都爱较溜咧，袂当拖沙。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从以前父母所传下来的方法。原来当中义的丈人颜在克是饶河街有名的总铺师，过去伫办道的时阵，嘛有伫庙口边咧卖小吃。也有70、80年了，有些客人都吃到40、50年了。老店的好风评，人学老赞，安尼嘛，互台北市政府来看上目，替伊改造门面。有袂少老顾客来这安尼一个叫就是10满。门口嘛，常常看到人是安尼摆甲长老老，就连外国的游客嘛要来这试这个好食的滋味。它那个有味道，然后也不会太，我觉得我很喜欢。来烫这个总铺师的好手艺，虽然小妹已经过身去啊，颜玛丽甲唐中义因做伙来完成小妹的愿望，规家伙啊安尼烧敬烧天，合心要来传承古早的台湾味。记者综合报。我有一个人去用一个场，我要去哪里一个？我陪你去啊。好啊，迄个查某一定有妖怪，吹云念就落去，另外的新闻拢缀入去啊。对哈，还是咱来试家出去看卖咧，好不好？好啊。马萨达，今天2班。班长。今仔手艺敢若会使，无小等我大海。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
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你怎么会来？我已经没事了，我不痛了。你看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调兵，那多好。所以他左手确定骨折吗？我们不是说要一起结训吗？文熙，你放心呐，生物他很快就会回来了，会跟我们一起结训的。他的心里一定感到很受创，素儿最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帮忙鼓励他。真的没办法回来了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2019烧脑神剧，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即将进入精彩大结局。躲在键盘背后的神秘骇客到底是谁？一步步走向黑暗的他，是否曾经后悔？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才犯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罪？开枪！你终于懂被逼到绝境的感觉了吗？最终之战，胜者是谁？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精彩大结局。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大家好。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利鲜蛙5尬赞，有10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一起上，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 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下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鼓励。我有一个人去医用一个场，我要去闹热一个。我陪你去啊。好啊，迄个查某一定有妖怪，吹粉念就落去，另外新闻拢缀伊去啊。不怕，还是咱来试一出去看卖咧，好不好？好啊。马萨达，先摕2班。班打。今仔手边敢咱就知，无小等我大海。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 2位歌姬飙高音，让李玖哲也想露一手。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移。睡啦！现在我要飙高音，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移。好，你来，现在要飙！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你怎么会来？我已经没事了，我不痛了。你看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调兵，那多好。所以他左手确定骨折吗？我们不是说要一起结训吗？文熙，你放心呐，生物他很快就回来了，会跟我们一起结训的。
他的心里一定感到很受创。素儿最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帮忙鼓励他。真的没办法回来了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2019烧脑神剧，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即将进入精彩大结局。躲在键盘背后的神秘骇客到底是谁？一步步走向黑暗的他，是否曾经后悔？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才犯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罪？开枪！你终于懂被逼到绝境的感觉了吗？最终之战，胜者是谁？今晚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精彩大结局。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先挖5个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一起上，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乌鹰直升机失事引起到8位高级的军官不幸过身，搜救人员到现场的时，直升机已经严重变形。飞行机内底驾驶、副驾驶，也有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3个人不幸过身，拢是坐伫头3排。今日载机时，拢总30位特种军官，伫咧国防部总督察长黄国明带头指挥入来到内底，要来找电信的资讯电路棒。拄则上线消息，就是伫10点40分已经找到飞行资讯的电路棒，要来了解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有关这个代志详细的发展，请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新闻。一个人去医用一个场，我要去哪里一个？我陪你去啊。好啊。迄个查某一定有了解，吹云念唔就落去，另外新闻拢缀伊去啊。对哈，还是咱来试家出去看卖咧，好不好？好啊。马萨达，先摕2班。班打。今仔手艺敢咱会使，无小等我大海。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鼓励。2位歌曲。晚上好，欢迎收看1月3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黑鹰迫降失事后，特战官兵上午稍早已经找到了飞行资讯电路板，要来厘清事故原因。另一个焦点要关心到黑鹰失事不幸罹难的参谋少校黄胜航，生前最后一刻仍尽忠职守，用肉身护着参谋总长沈一鸣。而新闻一开始呢，就来关心黑鹰直升机失事重大意外，导致8名高阶军官不幸罹难。追查原因，国防部一早动员了30多名特战官兵，带着装备前往现场，而稍早已经找到了飞行资讯电路板。当时救难人员在第一时间抵达的时候，直升机已经严重的变形，罹难者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都是坐在前3排的位置，怀疑直升机可能是直接坠落地面。而检察官上午也带着搜证人员进行调查。
天一亮，30多名特战队员立刻整装出发，抵达失事现场附近，要入山搜寻迫降黑鹰直升机的飞行资讯电路板。它这个橘红色的长方形，上面是叫做飞行记录器，Flight Recorder 那个是重点，好不好？其他注意安全哈。是。好。出发前，带队指挥官国防部总督察长黄国明一再提醒飞行资讯电路板的特征和颜色，希望能尽快找到查出失事原因。主要的追查重点是哪边？我们是来看一下现场。主要是来着重在机身残骸的部分吗？从登山口到失事现场，最快得要步行80分钟才能抵达。检察官带领搜证人员，上午10点也前往现场勘验。你有办法回报吗？因为在气场。重回意外现场，可以看到整架黑鹰直升机严重变形。第一时间抵达的搜救人员透露，直升机机头卡在土里，机身沾满泥泞，而机上包含正副驾驶、机工长以及参谋总长沈一宏、总士官长韩正宏，其次是驻次红军政战局副局长于清文和总士长侍从官黄胜航。罹难的8人全部集中在前排的座位，不排除飞机可能是从机头重坠地。剧烈翻滚，前排人员受到大力撞击，才会不幸罹难。飘下飘，那有听多了，那直接声音当然很大嘛，就绕过去又叫绕过来，那可能算4趟有了。这起黑鹰直升机迫降意外，不幸酿成8死5伤的惨剧，折损国军多名高阶军官。搜救任务结束，现在就要厘清意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记者宜兰综合报道。因为黑鹰坠落不幸罹难的参谋总长沈一鸣遗体昨晚从宜兰送回台北3军总医院，陆海空3军一队跟宪兵代表在场，以军礼规格送同僚最后一程。而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第一线迎灵，沈一鸣的家属则是跪在遗体前声声呼唤，场面相当哀戚。另外，桃园拉米狗球团也在脸书抛出了当年沈一鸣开球时的影片，他10多年前的侍纵官也发文怀念这名没架子的儒将，带兵如子。弟兄们都由衷的敬佩。我们来接你。家属跪地泪喊意外罹难的参谋总长沈一鸣，现场气氛哀戚。恭迎总长莅临。黑鹰坠落意外，8名罹难者2号晚间从宜兰送回台北3军总医院。国防部长严德发站在队伍第一位，加上红毯、陆海空3军一队和宪兵代表，以军礼的迎灵仪式送优秀同僚最后一程。灵堂里一整排的罹难军官遗照，优秀高阶军官陨落，同胞都好不舍。在宜兰负责第一线搜救的6军团指挥官，接到遗体时眼眶忍不住红了。10多年前曾担任沈一鸣传令兵的李尚泰，也在脸书贴文悼念，贴了一张2人的泛黄合照，背面还有沈一鸣的亲笔签名。李尚泰说，沈将军没有任何一点官架子，斯文有礼，带兵如子，勤俭朴实，不会动怒。服役期间，在众多将星中，大家对沈一鸣由衷的幸福、感佩与尊敬。沈总长当初对任何的军官，还有我们这些小兵，就是讲话非常亲切，很会关心我们这些阿兵哥，会关心我们退伍要做什么，然后也蛮勤俭的。就有时候眉头一皱，我们就会知道啊，完蛋了，这件事情可能惹他不开心，但他不会骂人，也不会很严厉的斥责下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当兵的日子特别有感触，再加上最近的新闻很不舍。另外，沈一鸣曾在2017年为当时的拉米狗桃园举办的阿米趴开球，球团也在脸书分享沈一鸣开球影片，发文悼念。当时担任空军司令上将的沈一鸣，开球时穿着橘色飞行装，投出的球笔直有力，相当精彩。沈一鸣罹难后，各界怀念不断，他用生命作为保卫国家的终极牺牲，也用非凡的一生证明军人作为中华民国的骨干，实至名归。记者综合报道。
而另一位不幸罹难的参谋少校黄胜航，担任参谋总长沈一鸣的侍纵官，被发现的时候仍紧紧地护住沈一鸣，生前最后一刻尽忠职守，如今因公殉职。凌晨，他的遗体送回头份家中，论及婚嫁的女友也陪在一旁。亲友们表示，黄胜航非常的孝顺顾家，遇到这样的意外，真的让人难以接受。2名侄女跪地，深深呼喊着最亲爱的叔叔回到家了。黄胜航的哥哥双手捧着灵位，刚到家门口就泣不成声，现场一片哀戚。1月2号，黑鹰直升机发生意外，担任参谋总长沈一鸣的侍从官黄胜航也不幸罹难，遗体在凌晨移灵到苗栗老家。令人动容的是，我们有看到现场的画面跟照片，他在临走前还紧紧抱着参谋总长。亲友表示，黄胜航在意外发生当下依旧尽忠职守，到最后一刻都紧紧地抱住参谋总长，对于他的英勇无比的钦佩与不舍。小孩子很乖，而且很孝顺，每个礼拜天都会回来。今年33岁的黄胜航，在亲友眼中是个相当孝顺、善良又顾家的暖男，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探望母亲，对于侄女们也相当照顾。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意外。过完年要结婚是不是？哦。他在跟我讲说他要结婚，我说那好。日前透过军中长官介绍和从事医疗业女友认识，2人交往半年多，原本双方家长预定在这个月19号见面论及婚嫁，没想到却发生憾事。2号出勤前还特别打电话跟女友报备，想不到竟然从此天人永隔。亲朋好友对于他因公殉职、为国牺牲相当舍不得，哥哥也在脸书 po 文表示，弟弟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大家都以他为荣。记者张新杰苗栗报道。这起重大事故获救的5名生还者，让搜救人员印象深刻的就是抵达时发现通次室次长曹敬平已经自行脱困，虽然满身泥泞，但是他不顾自己的伤势，非常冷静地说明情况，指挥搜救。而中将曹敬平，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资深飞官，目击迫降整个过程，后续的调查，国防部势必也会依据他的说法来还原当时的经过，厘清原因。从失事现场步行走下山，面对媒体追问身体状况，勇敢地伸出手对大家比赞报平安。他就是这次黑鹰直升机迫降意外的生还者，通次室中将次长曹敬平。获救第一时间，即使全身沾满泥土，受了伤，狼狈不堪，但可以看到他依旧高度发挥军人本性，立刻指挥调度，把现场已经掌握的状况清楚告知。听我说，只有我可以走，他们2个受伤没办法走，他需要担架。生还的国防部电信参谋总长次长曹敬平自行脱困后，手上拿着哨子指挥求救，顶着满身泥泞，不顾身上伤势，相当冷静。座舱里面有2个或3个是有声音还可以，然后这边有2个已经没有气息了。曹敬平事发时坐在黑鹰直升机后排，幸运生还，身体虽然有多处擦挫伤，但伤势没有大碍。还好吗？中校伤势还好吗？谢谢。强忍伤痛，立即指挥，就是希望能让其他同袍长官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救援。我们的曹中将他只有脸部跟四肢的挫伤跟擦伤，膝盖也有撞伤，有血肿一点点。其实他的生命迹象或者是活动力都非常的好，他是可以自由活动。根据了解，曹敬平危机处理能力相当强，过去在空军担任新竹联队长期间，每遇事故，长官都会指派他进行危机处理。而曹敬平也是资深飞官，这一次在机上又全